这么急着跟我分手呢？那你觉得为什么呀？仁义大可以在我们夺标之后来跟我提出分手，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防备的输掉这场比赛了。他这么故意亮明身份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？再见。你回来了。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啊，手头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儿了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你会说的。我去洗澡了。